菜又称广东菜，广东菜呢，就是对于外国人来讲呢，是中国的代表菜系。也在我国来讲呢，广东菜呢又是第2大菜系，仅次于川菜。那广东菜呢，它最主要的是讲究于色香味形，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味鲜。那今天节目呢，我就要带大家去吃这个广东菜。我们都知道呢，广东菜呢，它在做起来啊是非常的搞刚哦。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广东菜有哪一些呢？跟着节目的镜头你就知道喽。历经13年，如今又新开一家占地150平分店的花雕鸡专卖店。一走进大门，即可见到玻璃上有着鸡造型图案，颇具巧思。座位分成4人座、8人座，另外还有独立的包厢。而这里的花雕鸡吸引老饕的配方是什么？赶紧来请教老板娘。老板娘，那我现在看到有酱包，还有这个粉末啊，不知道要来做什么用？这是我们的花雕鸡酱，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都会把它 SOP 化做成真空包，然后现在就操作给你们看。好啊。这一包是我们的调味料，所以先把它打开就对了。先把它打开，然后要倒进去，这样让它均匀。所以必须要用果汁机把它搅拌均匀就对了。对呀，因为人的手下去搅拌不见得会均匀，现在都是用机器会比较好一点。让它这样打均匀，你口味才不会说有的是结块呀。所以我们都会用果汁机来打。而且因为你把一包一包这样把它处理好，就是比较标准一点，不会说没有像一包一包把它弄好，你可能不知道说到底要用多少的比例下去，那这样统一了。对啊，把它打成统一，让它这样子酱料口味大家都一致。那这一包的话，因为它里面有香油、麻油，所以它是不需要打的。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分成2包。所以把它分成2包来用，对，因为它有油，你打过后它会产生泡泡，所以这一包是不用打的。你把它倒进去就好了。然后之后再把它加进去粉团。要看它里面有冰糖、有太白粉，所以要让它打均匀。差不多了。就把它倒出来，要让它整个也是呈现一体状。对，然后就要把它搅拌均匀。是。这一锅的重点，它就是要让它搅拌均匀，因为它有东西会沉淀。是。那如果没有搅拌均匀，它就会呈现口味会稍微变。是。就是如果没有搅拌均匀，它那个会沉淀在下面。因为它有太白粉，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搅拌得很均匀。所以每一个在炒鸡肉的人啊，它的重点就是这一个酱料，它一定要搅得很均匀。花雕鸡的灵魂就是花雕酱。花雕酱，可是它没有花雕酒吗？有，花雕酒又是另外花雕酒，所以这一个花雕酱也是我们独家的秘方。那你有尝试很多次吗？对，有啊。那时候在研发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试了很多种口味，都太咸，要不然就是味道不够。那一直调配到完美的比例。现在这样子，只要我们1汤匙就可以炒1只花雕鸡。1汤匙就可以炒1只花雕鸡，太厉害了吧？对啊，像这个酱料，它是调配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有9种酱料。有9种酱料，对。那这9种酱料方便稍微透露几样吗？几样就好，不用全部。一点点，它就是最主要的食材要有柱侯酱、蚝油。大概就是这几样去调配这样子。就是一些广东菜它必备的东西就对了。对，广东菜必备的东西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要开始花雕鸡一定要用的东西，酱料。好，那接下来是要大展身手的时候了吗？好，那我来炒给你们看。好，接下来老板娘你要将这个酱汁还有花雕酱把它放进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发现
鸡肉特别不一样哎。对，因为这个鸡肉是我们特别严选的，这个是霸王鸡，然后这个都是在山上跑，所以它鸡肉的颜色会呈现红红的。对，这是鸡肉运动量够，看起来它的那个鸡肉感觉是比较扎实，对，它很结实，所以它吃起来会 Q 弹。对，因为我们这都特别严选，就是3斤以内，所以它不会很油。那我现在炒给你看。好，我们先加我们的特制花雕酱，好，把它搅拌均匀。大概8分嘛，因为我们夏天的话不能炒太咸，因为夏天大家的口味会比较清爽一点。对。8分嘛，2匙。是2匙，花雕酱也是要平匙，不能煎的。对，不能煎的，太煎就会太咸了。对。然后我们会用花雕酒下去让它拌均匀。是，那花雕酒也要有一定的比例。对，我们现在都有就是量杯，让它大家炒起来会一致。好，口味都要一样啊。对。好，那现在还需要先用把它弄均匀，对，把它弄均匀，把它拌均匀。好，是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炒了。就要让它有这种滚起来的感觉。下去不需要马上这样炒吗？不用，等一下就会拌它。哦，所以其实火也没有说开到非常大，火就是要这种文火，它不能用太大火，因为太大火它鸡肉不容易入味，是它只是外表会上色，而且很容易擦。对。这样就要耐心的等待40分钟。就让它这样子放着就40分钟吗？没有，它现在第一次是要让它收干，然后第2次还要再加水让它再收干第2次，所以我们过程比较繁杂，让它为了就是让它鸡肉里面都入味。全部入味，所以它需要比较繁复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起锅了哈。对啊，你看整个它的胶质都煮出来了，你看这个花雕鸡，它呈现这样的，看鸡肉都是卷卷的，都是胶质。那我们起锅了哦。吃起来一定很养人，对，非常甜，它非常的下饭哦，一定非常的喜欢。这么搞刚的料理，没有品尝怎对得起自己的味蕾呢？接下来就是大快朵颐的时间了。现在呢，看到满满一整桌菜呢，几乎可以说是广东菜呀。但是有一道不是，那至于是哪一道呢？待会再告诉观众朋友。首先呢，我们就要先请高彤高老板来为我们大家做介绍这些菜色。高老板你好，你好，好，谢谢。高老板，你要先从哪一道来为我们大家介绍起？我先帮你们介绍这一道是特色沙白。为什么叫沙白呀？明明就是蛤蜊呀。因为它在广东的时候哈，它就是叫沙白，所以我们就是原汁原味把它带回来，它也叫手沙白。其实它就是我们的蛤蜊，我们常在吃的蛤蜊。是。然后它比较特殊的做法，就是用胡椒粒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有，我看到一粒一粒的。然后蒜头姜，还有葱丝，然后一点点米酒，然后再吃它的原味。这一道算开胃汤。对，开胃汤的话，它胡椒它会暖胃，所以它会有一点就是开胃的动作。所以要先开胃一下，就是让大家接下来才可以吃其他的好东西就对了。好，看一下可以先品尝它的汤，来帮你服务一下。好，它喝起来会有淡淡的胡椒香。好，谢谢。先吃看看，它的汤头很鲜，因为没有加上其他特别的调味，
很鲜美，而且都是那个海鲜的味道，就是蛤蜊的味道，没有其他杂质。对啊，就是完全就是蛤蜊它的味道。它其实就是没有做很多的调味，然后让你可以吃到海鲜的原味这样。对，都是客人必点哦。哦，还有淡淡的这个胡椒香哎。对啊，我都会跟客人讲说，那个一粒胡椒粒不要去咬破它，咬破它会辣辣的。哦，会辣辣的。会辣辣的。所以应该用吞的吗？可以用吞的。果真是开胃菜。对，它是一个开胃汤。我们花椒鸡滚哦，来，哇，花椒鸡滚啦，就是再让它的那个花椒酒，烧一起，我来把它关小火一点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好香哎，这是你的主打招牌菜啊，我们的主打招牌哦。那现在就是我们会有第一吃、第二吃、第三吃。我们第一次就是用酱汁拌饭，然后第二次就是可以煮板条。我现在来把板条放进去煮。好，哎，当初怎么会想说要用板条？板条哈，它容易吸满了酱汁，所以它快熟，然后又可以让它板条 QQ 的，然后来吸满酱汁。是，哇，这板条用下去好香好香哦。对啊，那我现在用第一吃给你吃。好，我们这边的客人都超喜欢这个花椒鸡的酱汁来拌饭，然后趁板条在煮的当中，你用这个酱汁，然后把它淋到整个饭上去，你吃一口。我们花椒鸡拌饭超好吃哦。哇，想到这个拌饭，我就想到那是不是也可以拌面？因为你有用板条。我跟你讲，像板条啦、乌龙面啊、年糕都很适合，真的很下饭。哦，好香哦，很好吃。人家那个什么销魂饭啊，我觉得这个很像啊。哦，我们客人都超喜欢用酱汁拌饭。我说，哎，你不要把我酱汁拌完，我要留下来煮板条了。有没有单独卖酱汁啊？没有因为它必须要靠这个花椒鸡的鸡肉的那个胶质，然后跟酱汁跟花椒结合在一起。好吃哦，很好吃哈，会让人家停不下来。还有更好吃的，我帮你讲。好，我用这个板条，我们板条超厉害的哦。你看，整个吸满了酱汁。对啊，看起来就已经有那种光透的感觉，第二吃有那种透明感了。你看它跑出来了，板条超 Q 的。对，是也看客人的个人喜好，有的人喜欢吃板条，有的人喜欢吃年糕，都不对。因为年糕可能又更 Q 了。对啊。好，增加板条。这是再吃看看。好烫。很烫哦。对，你们板条是有特别定制的吗？对，我们板条都特别定制。好入味哦。很入味啊！其实它这个酱汁这么多，就是也是有在做第二次用卤的动作。我没有想到说花椒鸡会这么好吃，因为我以前有吃过其他家的花椒鸡，但是没有像你们家这么的正统。说真的，因为我从大陆那边学回来以后，我每一个步骤我都有重新精心的把它算过。要炒几分钟，我很坚持这个做法是不能改变的。哇，真的尝一下我们的鸡肉。哇，那个招刷鸡这种。对，跑山鸡。对。吃一块看看。看起来就是非常有弹性。超弹性的。我先把它关火了。你看那个皮还会 Q 弹，鸡肉难怪霸王鸡，而且40分钟真的不是假的，真的要炒一锅鸡炒个40分钟，好东西真的需要经过时间考验的。再来这一锅也是会让你很惊讶的，澳门猪骨煲。讲到这个澳门猪骨煲啊，其实在台南只有我们在卖而已。对。你看它整只骨头，哇，
这也是熬了4个小时的汤头了。是哦，也是熬了4小时啊。对啊，你看。哎，其实讲到这个澳门猪骨煲哦，其实大家讲到澳门都直觉想到说，我就是去澳门，我就是要吃蛋挞、吃水蟹粥。其实这个澳门猪骨煲是在澳门的隐藏版的美食。对，它其实有特别的吃法哦，来教你一下哦。通常这个我们这边特色就是吸骨髓。哦，吸骨髓。它里面有满满的骨髓。对对。看。这边你可以用筷子来捣一捣，还要捣一捣啊？对，你要吸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骨髓，而且是每一根都吸得到哦。因为讲里面有脆的对啊。对啊，你要小心里面烫，然后我们要再倒一些汤汁进去。哦，哎，这好特别的吃法哦。然后这个让你夹着，因为小心会烫手这边。很特别的吃法哦。对，要小心哦，要慢慢吸，对呀，感觉很烫哎。小心烫哦。就里面有一些调味过了，所以你不会吸到什么猪腥味啊，而且还香香浓浓的。哇，感觉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对啊，其实这一锅里面有山药、黄豆，然后蔬菜，所以对于小朋友啊，还是年长者，他们来吃这一锅汤都超营养。小朋友不爱吃饭的，你弄这个给他吃。因为是有骨头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刚才讲到有山药跟黄豆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这个是整个都一起下去熬煮嘛？对，我们一次都是熬大概40斤、80斤，然后它整锅这样的汤头才会浓郁。然后山药、黄豆，它会打成泥，然后下去一起去熬，然后再做最后的调味，很好哈，就是精神都来了，很有营养。好好吃哦，很好吃哦。对，很像在吃那个羊大骨那样子，对。所以这个只有台南卖猪大骨，应该就是我们这一间可以吃得到。真的好特别哦。那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一道是我们的蒜香猪小排。蒜香猪小排啊！我们是特别找新鲜、当天现宰的。是。我不用冷冻猪肉，因为冷冻猪肉它吃起来比较没有肉质，比较不会吃得到肉的甜味。是。所以这个都是用蔬菜下去腌的。所以才会这个颜色吗？因为我还想说你是故意把它弄成7分熟，像羊排或猪排或牛排那样子。会说是不是没有熟啊？其实它是我们用香菜、芹菜，然后芹菜它会有一种发酵，让肉变软。所以我们腌制了3天，就是放到冷藏，让它腌制了3天，然后再卤完再炸。所以它也是一道很繁琐的一道菜。所以它也是非常入味就对了。它是用蒜泥去腌3天这样子。你试看看。好。这个肉它完全没有裹粉。是。吃到这边我突然想到如果真的喜欢吃肉的朋友，应该很喜欢你这一家。那个你旁边的这个胡椒不用沾了，真的。胡椒是让他就是喜欢沾一点胡椒的人。我觉得这已经够入味了，很入味，真的。入味。我吃到1、2、3，吃到3，还有包括这个都已经非常入味，每一道菜都非常入味，就真的就像广东菜讲的，它非常讲究食物的鲜美，就真的，不只可以吃到食物它本身的食材的原味，还有可以吃到它调制过之后它的味道，因为广东菜很注重它的调味，对，也很注重它本身食材的味道，真的很棒，真的，好吃，好好吃哦，嘴巴都停不下来，我根本停不下来，真的。吃了这么多肉，要喝一点我们的湿酿酸梅汤。这个湿酿酸梅汤很不一样。你喝看看，我再跟你说。干干
会回甘，但是跟一般这个不一样，有山楂，还有什么？陈皮，甘草一定要有嘛，对，那是最基本的。藻类的东西，对，藻类。其实啊，你刚喝到这一杯啊，大概经过5个小时哦，这么久啊？因为我当时在研发的时候，我想到奇怪，为什么煮不出那种味道？后来我们就查了很多资料，其实它是要先用泡，然后再大火，然后再焖，然后再小火，然后再焖，所以它要大火半小时，先焖1小时，先泡1小时，然后再大火半小时，然后再小火3小时，然后再焖1小时。所以你喝到这个都是我们满满的诚意，就是会回甘呐，对食材的一个诚意，让它呈现出来就是最好的。对，而且因为你吃完的肉类之后，你再喝这个酸梅汤之后，你的感觉是口感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真的会回甘。因为有时候你吃太多肉类的东西，假要有胃粗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吃的这个酸梅汁真的是蛮好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你刚刚吃了很多肉，那我们现在来吃了一个比较特色的，就是我们的避风塘软壳蟹。哦，软壳蟹，这是广东名菜耶。其实广东它是用避风塘炒蟹那我觉得螃蟹它有季节性，是没有错，它必须还要有季节的时候才会好吃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，避风塘软壳蟹你还要扒壳啊，小朋友都没有办法吃，所以我们就用了软壳蟹，它是一种特殊的螃蟹，它会在这个换壳的时候就把它赶快做急速冷冻这个动作，所以小朋友没有牙齿的什么都可以吃。这道菜是老少咸宜的菜，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说这个软壳蟹是一种螃蟹的一种类别啊，可是其实它不是啊，它是跟着螃蟹一样。对，因为螃蟹它一生大概要经过13次的这个脱壳啊，那每一次脱壳都是1次的成长，所以它在脱壳的时候，就那一瞬间，就那几个小时，就是软壳的，对，抓起来，然后做一个急速冷冻的动作，对，所以它软软的，然后很方便，吃的时候很方便。这道菜我们很受欢迎。对对，因为软壳蟹它会比一般的螃蟹贵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的生命周期就那几个小时而已，而且它只有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才有，它跟一般的螃蟹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豆腐还可以炒菜。对呀，豆腐可以炒菜。很棒啊，很棒啊，多吃一点。好，真的很好吃。在，我看到有高丽菜耶，可是高丽菜颜色怎么跟一般不一样？对，这个高丽菜啊，就是豆腐乳，都是在台湾很少见。对啊，一般我们台湾都是炒清炒高丽菜，很少人会有把它炒成豆腐乳。对啊，你吃看看，其实豆腐乳炒高丽菜也很搭。你看啊，它也算很下饭哎。那客人来要光这个就可以吃2碗白饭。光是这个就可以吃2碗白饭了。就是它这样子炒，它有一个豆腐乳的香又不咸。你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说下饭。对，因为它有一点咸度，但是让你感觉是不会那种吸痒的，真的感觉很好。就是可以下饭，也可以你单独吃都 OK 的。好，那 OK， 那我在最后来做一个花雕鸡第3次。好，我们先把鸡肉捞起来，然后我们再加高汤进去煮成火锅，就是花雕鸡可以1锅3吃。好，哇，那现在第3锅已经完成了第3种吃法，对不对？可是，你说，可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火锅料呢？对啊，就是再把它加进去，加汤就可以煮成火锅了。是这样子，所以这是第3种吃法就对了。这是第3种吃法，来给你尝看看哦。好，那我拿下碗。好，那等于说，其实第3种吃法就是什么火锅料都可以加进去了。对，什么火锅料都可以加进去，我们都有配好的一些火锅料。
你来喝这个汤头。哦，好好好。刚刚的花雕鸡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哦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我来喝一下这个汤头，它变清爽。闻起来又不一样的味道。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它是利用花雕鸡的酱汁，然后再加我们的鸡高汤，然后加花雕酱下去煮。有蔬菜啊，然后再加搭配肉，这样很清爽，真的。完全那种3种吃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，不一样的口感，真的很特别。难怪你们的花雕鸡会这么的受到欢迎哦。还有，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，你吃那个大骨煲猪骨煲真的是身体整个都暖和起来了。对，那还有呢，我想要介绍一下的是这个，对，这是什么？破酥包。破酥包。对，怎么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啊？我的喜欢改良它哦。你喜欢改良它？我们一般吃到的破酥包就是一个大馒头。对呀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已经吃这么多美食，我已经很饱了。对对。饭后想要吃个甜点。对。那再吃一个传统的破酥包，这么大颗，然后就把它改良，做成精巧型。哇塞，好特别的口感哦。对呀。这样是不是刚刚好？就是女生吃饱饭要吃个甜点，对，让人家甜甜的。好吃，好吃。对，而且这个破酥包有点像那种千层蛋糕那种感觉，这样一层一层的。对，而且你吃起来它是有层次感的。对，而且这种制作起来应该是非常的费工啊。对呀，因为它是那种，它是纯手工去捏制的。对，一层一层的，它的酱料我们也特别不会用太甜，非常好吃。里面的花生很香哈，真的好吃哦。这甜点控的我来讲真的应该可以吃蛮多颗的。真的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广东菜，除了这一道甜点不是广东菜，它是云南的小吃之外呢，然后加上老板娘的改良之后呢，变得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些东西，我说真的，我每吃一道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压抑，就有一种哇的感觉。对，我们都很坚持我们的品质，然后一定要好，呈现就是好吃。对，我想也因为有坚持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让我惊讶的地方，真的非常惊讶，非常的喜欢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说今天你喜欢吃那种煲汤类的东西，或者喜欢吃那种卡卡米呀的朋友，你不妨来这里试看看，因为我觉得这边东西真的太让我讶异了，真的非常的好吃。我好久没有那么笑逐颜开的笑容了，真的非常感谢老板娘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这里还提供冰淇淋供消费者免费享用。观众朋友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拿这个改良式的破酥包吗？因为如果你是忠实观众就知道我是甜点控。那身为甜点控的我呢，为什么要特别为大家介绍这个破酥包呢？因为甜点控的我没有办法，实在太喜欢这种改良式的破酥包了。所以呢，今天的广东菜让我吃得非常的心满意足。肚子差一点要撑破了，说真的不过呢，这个破酥包嘛，人家说呢，女生的胃嘛，永远是有一个装甜点的，所以这个破酥包呢，推荐给大家。好，感谢你收看《放眼大台南》节目，我是梁慧珍，拜。